给大家加油打气啊！来给大家加油打气啊！县长来给大家加油打气啊！谢谢县长给大家。老板加油！感谢市长。谢谢老板。找到幸福。谢谢市长。几句话都讲到做到真多谢市长。水饺好吃。来，谢谢市长。感谢市长，谢谢市长。谢谢给我们加油，谢谢。好，大家加油！谢谢市长，谢谢。大家加油打气！我作为这希望你今年老变老发，老发做。大家加油！老板加油！谢市长。市长推荐的这个，大家加油，大家加油，很好吃啊！感谢市长，加油！谢谢市长，加油！大家加油，感谢，刚加起六。大家准备到位，到时候我加油！市长要下会哦。这2包哟。好2包好来来。你看看也去了。谢谢市长。咱用心用心啦，谢谢啦。最后你一碗。来，他说等我。感谢市长。谢谢市长。哇。一份哦。哇，跟人看。油饭，拿通送炒酸菜，送发糕，送那个饼糕，你会送的钱超过那个价值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你不光只有谢谢市长。谢谢哈，谢谢老板娘，谢谢。没那个，没做别啊。几天来讲，这种没做别，谢谢市长，谢谢。来，好人最好。切一下好了。家己溜切切，家己溜切切。我叫洪教的，叫海云教的。感谢市长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市长，来促进我们的商机，南门市场一定兴了。感谢市长，谢谢市长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加油打气，谢谢市长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市长。咱南门市场所有的团商哦，甲咱所有的市民头家，大家好。好。这里是咱同上大的市场，嘛是哦有500个团商，哦各种生鲜，哦各种这个服饰哦非常齐全啊，所以这个也是我从小到大哦最喜欢来的市场。那这一次因为有公布了这个社区的足迹啊，其实我们公布的时候，这个中央一公布之前1天哦，我们就完成消毒。啊，这段时间以来，这个南门市场哦真的生意受到影响，所以我今天特别来这个加油打气，防疫安全做得好，这个我们市场采买没有问题，只要大家戴口罩、有洗手，然后酒精消毒。我们采买的环境是安全的，所以南门市场也加强了消毒的频率。那刚刚我有看到哈，不然我被老来背了哈，看到苹果跟这个枣子，这个希望我们的
桃园哈平平安安，哦找到幸福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市长，谢谢起定。今天呢，感谢指定。今天大家不管是平常日常的生鲜蔬果，或者是年货采买，都可以再回到南门市场。那今天我第一站来南门市场，第二站要去大南市场。咱希望咱市场界这个会当这先利好走日子好过啊，我们防疫也能够安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市长。来，市长来，我介绍一下，这逐年拢领你的奖的肉干，逐年拢领你的奖，你看，逐年拢对，逐年拢你的，好来，市长来甲咱各位，来甲咱各位。